吃饱了哦，我也好饱哦。当然了，你看你的便当这么大。你当然吃最饱。哎呦，我还在发育嘛。发育，我看是浪费了吧？你吃这么多，怎么都没有长肉啊？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打哈欠啊？可能因为刚吃饱，所以有点想睡了。那不如塞董猪歇困一下。塞董猪歇困一下。没错，塞董猪就是睡午觉，歇困一下就是休息一下。塞董猪歇困一下，睡午觉休息一下。换你们练习一遍哦。塞董猪，塞董猪歇困一下，歇困一下。懂吼。可是现在就睡董猪，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啊？对了，不是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问。一天有24个小时，可是我们就有8个小时在睡觉，这样不是很浪费吗？对耶，而且为什么人一定要睡觉啊？哦，人呐，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啊，身体的器官才能得到全面的休息哦。我是最聪明的大脑，2+2等于4，4+4等于8，8+8等于16。呵呵，我是身体里负责排毒的肝。现在都几点了，主人还不睡觉，害我都不能工作排毒了。我是胃，主人那么晚还在吃东西，我已经超时工作啦。5乘5等于20啊？不对，5乘5等于多少啊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会有危险的。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。对，罢工抗议！抗议！人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啊，身体的各个器官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，所以睡觉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为了我们的神替孔天，要去塞董猪夜困一下。可是我现在不想睡觉啊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的碗就麻烦你帮我们洗，我们就去塞董猪夜困一下。谢谢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好像怪怪的？他们去塞董猪，碗全部就变成我洗。那我现在也打个哈欠去塞董猪，给亮亮洗好了。